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起手。现在谁在指挥？已经乱了。现在开始，听我的。是。娘娘，快看，皇后娘娘中箭了。是。照顾好皇上。鞑子无耻，暗箭伤人，皇后娘娘中箭了，杀呀！杀光了这些鞑子，为皇后娘娘报仇！杀呀！杀呀！快，护送皇上和娘娘速回将军府。怎么样了？娘娘，皇上虽未伤及要害之处，但剑尖离脏腑仅有2寸，只能在剑拔出之后，方可知道皇上能否安然无恙。你这是废话！别为难他了。你醒了？都下去吧，我有话要和皇后娘娘说。是。